国防部有接到官兵的检举，讲有一名教人拍风雷的教练罗继贤，涉嫌对去年4月开始呢，透过退役的士官兵来接触到现役的士官兵，由这寡人来发展组织，趁机会打探军情。昨发动搜索，把这7名被告拢带回来问话，包含罗继贤也有退役军人等过的人，拢互羁押禁见。台前顶机卡顶现高难度消息，Q0教练罗继贤真有名气，嘛得到外交部邀请出国表演，即摆煞互警方定调的。双手就靠用挂头抓到，下方躯体告案，因为伊涉及强谍案，二早做到羁押禁见。怎么会涉及国安法？同款是教练的郭碧婷是价钱郭书瑶的小弟，也方约谈幸后得到20万高保。郭书瑶透过经纪人表示，小弟因为找工课予罗继贤引带，无断价值分钟，全力配合调查，也毋过实际打电话予郭碧婷。转接语音信箱。Q0教练双双合力丰富，因为警方发现罗继贤疑似去中国比赛时，涉在对方的官员，为去年4月开始，涉嫌透过退役士官兵接触国有化现役士官兵发展组织，甚至也趁机会试探军情。对他的认识应该是比较初期的，他创立这个公司，就是我觉得初衷是很好的。初期认识他的人应该完全猜不到，也不太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。其实早伫几年前，罗继贤就捌投用中华民国Q0联名名义，白贼讲出国办比赛，招出拨款骗钱，互判刑定下了后，无报道执行，互通缉。即马佫加入强谍案，甚至想要吸收现役军人，专案会见讲国防部讲接到官兵计划。是国防部接获官兵检举以后，采取了损害管控作为，并且通报国安单位共同侦办。检调19这波行动，搜索达到6个军事机构，夺回7个人姓名。除了罗继贤，也有4位退役军人，也方羁押禁见。专案调违反国安法侦办，也毋过国内最近一再爆出强谍机魂。会不会觉得自己对不起国家？海军退役少将夏福雄疑似和中国统战组织吸收，今年3月方起诉。旅行社负责人邵伟强涉嫌替中共发展组织1审判15年。即摆头一波搜索，被国无看到现役军人，也毋过警方也无排除会发动后续侦查行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